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7月31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市府所推动的观光体拜课，因为成效无好，被审计处列出缺失。上午伫咧议会会员大会期间，再次去由议员轮番来批评。不过，观光旅游局伫咧回应当中，煞颠倒爱审计处较专业一点啊，听出因的观光意见。由市府观光旅局对103年开始推动的观光体摆，因为被淡市审计处依照使用人数下降、经费甲收益等等提出审核缺失，毛议员上午再次轮番批评，质疑当时的建议就是失败做法，一档甲浪费400-500万的预算，现在的命运究竟是啥？敢是明年确定要退出市场？无分压力，拢纷纷批评市府无第一时间甲现在体摆整合，除了造成民众的混乱，嘛无法度发挥效益。所谓有益身心健康，当初的发想，对不对？而且像台北、新北他们做的，坦白讲，算是最前面在做的。那我要问，你要给我一个确定的回答，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从此以后就没有？对我们台南人来讲，就没有 T bike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了。就有 T bike 了啊。不，你的意思说观光那一部分有 T bike 啊 ，T bike 就会进入全市啊。大陆他们的 T bike 是由民间投资，让全市民能够享受。我们是建物导出的哦。对，我们也很希望，如果有民间导出哦，是让咱台湾 T bike 民间不来投资，因为导出了一定是了钱的嘛。我们花的钱比较少，所以规模比较小，但是没有发挥它的效益哈，那它还是浪费那些钱。它没有浪费，跟议员说明效益有限啦哈。观光体摆成效有限的发言当中，嘛，互观光旅游局长王实施真不好认为，伊相当有意见，甚至爱审计处专业一点啊，唔通只晓公文来公文去，爱听出因观光的专业。也不会被审计处拿出来说，其实效益。所以我们对审计处拿出这个是非常有意见的。我们认为审计处不应该这样看待当时的东西，管理局要不能应该用后见之明去否定之前的政策。其实审计处应该要专业一点。我们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新的系统进来，旧的系统才汰换，不要变成说新的系统还没进来，旧的系统就离开。所以我们会维持到新的系统进来。那现在预计好像说是8月，但是实际上的工程，我想会要依据实际工程来看，因为有时候工程它都会有一些。那我想这个时间点其实。听这款的回答，议员纷纷询问审计处长意见。处长吴景祥表示，唔知影观光旅局感受好好台湾报告，因其实并无对过去的政策有所批评，因的角色就是纠正。希望局长会当多了解审计作业，大家互相尊重，嘛互场面一度相当安逸。台湾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总统蔡英文上午来到台南，只停留南科甲基美博物馆。对此，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高思博为着要让蔡总统听到咱台南人民生活艰苦的心声，特别以快闪的方式到基美博物馆抗议。高思博认为，总统难得来到台南，若只是参观食饭安尼的行程，相信市民朋友一点仔都无欢迎。总统蔡英文中昼参访基美博物馆，过程并无公开。不过，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高思博听到消息，邀集青年军就伫大门停车场表达抗议。伊批评总统若无看到台南人民的生活艰苦，只想要来参观食饭，这款的行程，阮并无欢迎。蔡总统，你的执政啊，让大家生活过得那么的惨啊，那你到台南的整个行程啊，最后一站是要来这里。这个逛博物馆哦，这个可能要吃中饭吧，哈、我也很喜欢逛博物馆啊，但是你到我们台湾来，最后走一个这样的行程啊，然后之前呢去看所有的像南科这些地方啊，你有看到这个台南人生活过得很惨吗？如果都走这些地方啦，然后最后的结尾是要到博物馆来享受那个一顿大餐呐，那我要跟你表达，这样的行程啊，卖来了，干那好人干嘛翻干尔啦？
民进党要倒，经济才会好；民进党要倒，经济才会好。伫各化执政无能、舔死百姓以及民进党爱岛经济才会考核以后，参选人高淑珀一家人需要转到警方所设立的意见表达区，甲反对年金改革的体育协会等体育军人做伙赞声。各化蔡英文下台爱经济顾民生。其实因主要伫户外表达诉求，伫博物馆内某一位细男体育军人，就伫馆内等待，趁机会各化蔡英文落台，中华民国万岁，需要被保全甲维安阻挡。我希望我们国家不要被蔡英文带到一个灭亡的地步，因为我们都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中国人，我们都台湾人啊。听着民众的抗议，高淑珀强调，蔡总统若无听到基层老百姓的声音甲痛苦，就唔免来啊！比抗议是拄好利益。但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其实台南市会因为人数不足闹会已经唔是新闻，不过议员参选人林义颖上午甲一群时代力量的亲义军实在看袂过去。强调看到这款只签领出席费，煞无要开会议员甲整个的问政品质，安尼台南市民到底要如何会当放心？发生进军议会时代力量参选人林义颖，上午甲一群青年军选择伫议会头前表达诉求。因相当不满的是，议员伫开会期间出席新武生替人民监督是上界基本的。不过130号的会议却再次因为人数不足流会，而且53席议员竟然只剩9个人。伊认为这款的文政品质甲议员爱市民要安怎放心？在7月27，我们台南市议会的第8次的定期大会的时候，那又因为清点人数流会，那清点人数流会的状况在台南已经是太常见了，不只是这次，今年的3月也是57席剩17席，这次更离谱，清点的时候只有7个人在场。那我们想知道说，如果台南市议会常常因为这样议员根本不来开会的状况流会，到底你们都怎么监督市政？到底这些议员怎么监督市政？那我们认为啦，监督市政是议员的本分，这是最基本的本分。那如果我们有这么多的议员花这么多的资源，那努力取得席次之后，但却是在监督市政光出席这一点最基本的都没有做好，那我们认为这是很匪夷所思、非常失职的。会中青年军嘛表示，议员出席开会只签到领出席费的老炮，就参像学校的老师若拍卡签到以后，就看无人无要教册，同款离谱，完全辜负选民的期待。谢谢新中议员，好好开会很难吗？电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成立将近8档的土豆公民写作社，由吴茂成老师的带领之下，长期记录着台南府城的人事物，关心着社会文化甲环境等等的公共议题。目前土豆这本杂志已经出到第10期，上午的新册发表，嘛，互咱看到较侪丰富的台南文化。土豆这本记录着台南地方文史的学术刊物，为台南人的生活经验以及知识用文字做上界真实的记录。这个第10期的内容描写了庙口的文化，嘛采访了地文化以及100年油条老店的发展故事。这个主题伫咧庙口拄着新文化，所以土豆公民写作社也特别紧伫咧梁皇宫的庙口来进行着新册发表。希望互文学刊物会当更加打进着在地民众。会当讲恢复啦吼，就是讲，甲咱以前啊时代，咱这文化工作者拢会伫庙口来探讨咱在地公共议题。咱即马嘛是共款，咱倒转来庙口来探讨咱在地文化、社会公共议题。因为庙就是咱在地的即个咱讲的社会参与中心，嘛是文化参与中心。咱毋望透过大家业必做伙来关心，来报道咱在地故事，咱就会当甲咱这个人所知的代志、所关心的代志，来化作文字，传予咱的囝儿世世，共同来讨论，共同来这个行动，来改变这个城市。今仔日咱这个科大哦，这讲土地文化社吼，来办这活动哦，我感觉真有意义啊吼。
因为这个年代吼，会使讲古早文化吼，已经是拢无留啊半项啦。啊，拄有即群热心的人士吼，会当来安尼办这个活动吼，我感觉真有意义。所以，阮嘛希望伊以后会当搁再来阮庙里办这个活动。社区大学积极推广着公民写作，并借由土豆这个刊物来发表，嘛希望记录下一寡文字甲图片的内容，互较侪民众会当了解府城过往的历史以及即卖的模样。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歇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生活美学馆推出2018主题展“土地美学”，由17位艺术创作者用每一位无同款的角度去解说土地意义，并借由艺术品的创作，让人类来反思着保护土地重要性。借由舞蹈呈现出人甲土地之间的争吵、冲突以及和平相处等等的状况。这届生活美学馆的土地美学年度主题展，邀请了17位的艺术家，用无同款的角度、无同款的创作媒材来呈现多元对着土地艺术创作。今年度呢，台南生活美学馆的年度主题展以土地美学为题来进行一个展览。那这次邀请17位艺术家来参展哦。那么主要谈的是说，人在创作的过程，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如何跟土地发生关系？所以我们谈，对于土地的认同，对于土地的辩证，那对于土地的赞颂，以及对于土地的永续发展等等，都要去谈这些议题。那么我们期待就是说，让民众可以透过观察、欣赏艺术家的作品之后，可以反思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关于土地的角落。这届土地美学分别针对着4大方向：土地认同、土地辩证、土地延续、甲土地赞叹，分别有无同款创作成果来呈现。从各个不一样的媒材或者是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所谓的土地认同。那第二个呢是土地辩证有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土地的认知那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它好像是一种很温柔的像母亲一样的，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也会面临到一种环境的或者是一种不一样的冲击。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进入到所谓的土地延续那土地延续，土地呢它是非常的广袤的那它是非常宽广的。那最后呢有一个主题呢是土地赞颂那我们对于土地的一个滋养那我们会心存感激，所以我也邀请几位艺术家他们对于土地的这种回馈，或者是对于土地的一种感谢。师土台南生活美学馆推出的2018年度土地美学主题展，将在8月4号下晡2点正式开幕来展出，也邀请民众会当前往参加，感受这寡艺术家对着咱土地认同甲娱乐。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这单完成整体改造的海岸路商圈，即马加了侪充满特色的店家进驻，有一间以着埃及风格作为主题饮料店，嘛现身旧城区。
店内主打使用着埃及的茶叶来制作茶饮，即马就带大家做伙来看卖。现在经过海岸路顶，会使看到一间充满特色的店，门口口徛咧一个埃及人像，行到店内底嘛是充满埃及风格的装饰。这间刚开幕的红茶专卖店，主打的商品就是来自埃及的红茶。业者伫一届旅游的时阵，意外啉到埃及的红茶，感觉非常的好啉，所以决定要倒来台南推广。业者嘛讲生笑的表示，今仔日若是伫别个国家啉到，安尼店内底的风格就可能无共啊。我们的创办人他飞了38个国家，其实他买了300种红茶，唯有埃及让他飞了第2次，甚至再飞回第3次，就是为了红茶。那其实8859公里，这个距离并不近，可是凭着他对红茶的热爱，他对红茶的这种忠诚度，所以他在台南开了这一间艺伎埃及手作茶饮。他想要把好的东西、健康的食物分享给我们在台南，甚至在台湾所有的消费者。店内底的饮料用的茶叶，拢是业者非常用心拣过的，拢有得到斯里兰卡认证的狮子标章，甚至连薄荷叶拢是来自埃及的，就是希望让台南的朋友拢啉到好啉的茶。我们的茶叶在斯里兰卡也有荣获狮子标章，就等于是说我们的茶叶是很高等级的茶叶，在我们的茶叶里面是找不到任何一根茶梗的。然后在我们台湾，我们有 SGS 认证过，我们的茶叶检验过373项，完全无农药残留。然后在市场上，其实红茶基本上没有人会去做冷泡茶，但是我们把它做了冷泡茶，我们也自主送检。5天，我们的茶叶不涩不苦，那你喝下去完全是会干的。业者嘛要伫8月17号过后，提供店内的人客充满特色的小点心。现在嘛有满亚特送埃及风格的杯仔，未来嘛将会提供更较侪埃及风格的纪念品。对埃及有兴趣的民众嘛会使到海岸路看卖。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常常看到用手术、化学治疗、放射治疗，或者是标靶药物等等方式来治疗癌症。即马有另外一款新的免疫疗法，是依着增强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对抗癌细胞。效果嘛相当的袂歹。市立病院的一项病例，一名68岁陈先生，2年前去用检查出有肝癌，治疗过程接受着4界电烧、4界的肿瘤切除以及标靶药物的治疗了后，病情犹原无起色。伫咧经过医师的评估，决定采用着免疫疗法来对抗着癌细胞。透过启动自身的免疫系统来达到治疗癌症的目的。我们的免疫细胞跟癌细胞之间有一个变成是有一个结合了哈。那个癌细胞会生出一个 checkpoint， 就是一个间接，跟我们免疫细胞合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免疫细胞都杀不死我们的癌细胞。哦，那我们今天讲的免疫治疗，最近的免疫治疗就是说，我会经过免疫的检查点。运用这样一个新的技术药效，把那个检查点把它结合住，把它 block 住之后呢，那免疫细胞就可以把癌细胞杀死。哦，所以这是我们以前都非常希望免疫细胞可以杀死癌细胞，但是以前都达不成，就是因为免疫细胞跟癌细胞都是我们体内的细胞。啊，那经有这样新的药物治疗之后，已经检查出说为什么免疫细胞杀不死癌细胞，所以这样的药物已经可以把他们的免疫检查点研发出来之后，研发出新药，让我们免疫力发挥功能，就把我们的癌细胞杀死。免疫疗法用伫咧肝癌的治疗，相对对着化疗、标靶药物等等的传统疗法，不止治疗反应较好，伫咧存活率顶头嘛有较好的表现，其中有20%的患者肿瘤拢有变小的现象。免疫细胞的特质一般是这样，大概平均的免疫大概反应力有些将近2成到3成。我所谓的免疫反应力是说，肿瘤完全不见到缩小3成以上，大概有2成啊。那但是肿瘤控制率一般平均大概5成啊。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当有一些病人如果他有效，他可以持续有效的时间很久，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小时候就打疫苗，打了疫苗之后，这个免疫力起来之后，你就可以避免感染，可以撑5到10年
所以免疫治疗有这个特质，就是说，如果它有效，有些病人可以有效很久，当然这个有效很久，就有希望把这个疾病控制，甚至变成一个慢性病。不过，免疫疗法并不是完全无缺点，部分的患者会出现皮肤痒、肝脏或者是心有问题，并且袂当用健保来给付，每一个月药费将近20万，不是一般家庭会当负担，也是需要医师评估以后，才会当替患者拣出上界适合的疗程。台北新闻专中采访报道。过去治疗神经受压迫、造成无力方法，通常拢是透过复健或者是空手治疗，但效果通常无讲介好。即马基比病院透过超音波的引导之下，执行着神经解套注射，会当有效来改善症状。只要是压迫着神经，拢会当有效来改善。常常骑脚踏车，也是坐真久的民众，较高得着梨状肌症候群。过去拢会当透过复健来治疗，但是效果拢无啥好。奇美医学中心利用这种新的神经解套注射，将药剂伫超音波的引导之下，注到受伤的神经边啊，协助受伤的神经来修复。治疗的效果非常的好，但是伫过程当中需要非常的细腻，避免造成患者无必要的伤害。这个成果嘛发表伫今年的世界复健医学年会，甲国际专家分享台湾的经验。神经解套注射呢，是我们利用高频的超音波，在超音波导引下呢，我们把针头放到受损的神经的旁边，注射一些我们的增生药剂。那这些增生药剂就包括葡萄糖水或是自体的血小板血浆这两者。那神经受损的原因可能很多，可能是长期的压迫，比如说晚睡到、走睡到症候群。那或是一些意外受伤，像我们今天提的骨折导致的坐骨神经损伤。那不同的神经损伤造成的原因，我们会选择不同的药剂去做治疗，也会视病人的严重程度来做选择。只要是神经有就是受损，不管是压迫受损的地方，我们就是局部注射做得到的地方都是可以治疗的。所以，比如说上背部的膏肓痛，比如说下背部的骨盆痛，比如说手脚正中神经、桡神经、尺神经这些神经压迫，小腿的胫神经、坐骨神经压迫，这些我们都是可以治疗的对象。这种神经解套注射的治疗方式，需要针对患者严重的程度来决定需要几届的治疗。较轻的只要2到3届的治疗，若是较严重的，可能就需要4到6届。注的内容有分做葡萄糖水甲自体血小板，因为拢需要自费，所以需要经过医生的评估。但是医生嘛强调，愈早发现症头，治疗效果嘛愈好。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29度至32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10级。感谢你收看7月3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